情人結可以用嚟做拯救結，用喺水上拯救較為適合，但係受救者必須要喺清醒嘅情況之下先至可以使用。如果使用得唔適當，受救者就好容易喺繩圈之中滑出。情人結同時亦可以攞嚟接駁繩結、紮包裹或者係做套圈。以下係情人結嘅結法。首先做一個反手小繩圈，將繩頭從下而上穿入繩圈，喺繩身之後轉一個圈，再將繩頭穿返喺繩身上嘅繩圈拉緊就完成。為咗防止情人結鬆脫，應該喺繩頭位置打多一個半結。情人結除咗可以用嚟將水中嘅受救者拖去安全嘅地方同埋固定滑輪之外，亦都可以用嚟吊起水桶。